藍色啊，藍色都唔係幾年㗎。呢對藍色啊，都畢業咗有10分鐘10年。唔係，如果嗰對都係藍，即係89年。唔係，其實頭先積及喺度啊。係咪啊？唔係，頭先積及喺度㗎，佢可以叫積及守龍門。係啊，佢喺出邊睇咯。係咯。有個龍門已經爭好遠啦。我哋叫入嚟踢波啦！網質。我睇佢嗰個故事係咁嘅，佢個 friend 係中學嘅季後賽可以整嘅。攞一袋就5個都 OK， 應該唔攞身啊，冇所謂啊，咁咪攞唔到，主要遊戲就得㗎啦，冇戲都可以上嚟攻，不過人哋照一次你叫100次，即係你幾驚你匿埋嗰度㗎？300，但係你好少，你就日要做嘢。仲要需求㗎啦，其實咧，大約係4萬啲。係啊，咁就係咯，反應堆裏邊咁講嘅喎。你最好係背身做啦，係咪先？係照顧下先講。即係嗰日叫放蛇。中場寫好，仲有50秒。所以你30秒，藍色。抵消㗎嘛，你跑佢做操跑者即係因為你其實嗰嚿嘢實咗都係啱。呢個講咁你將個大腿肌都要練得。哇！真係嘅。嗰個有啲專制，咪練上。喂，喺我。
好，半場，唞1分鐘啊！